文中朋友怕糖果热贵，也低也是一种香料。不过可能唔低，台湾是得讲无生产热贵哦，因为一种养产体体中可以植物，而有过适合被环境那会上，而种也无按简单。不过台湾的市场有一个过好做事的后生人，为操作本自家嘅传统有清好嘅香料，以成功嘅种出的3000头嘅热贵树。按企业热贵业有本意嘅料理，都会用那个好米线呢。车家人王训勇带俺们去看下先。抢悠悠嘅树叶尾，对日头照年下绕来绕去，食个水果后，让我看起来很难讲。你系伫台湾青少年节目组看到，也系咩个？不过早已经系千年新法地图嘅植物热贵。伊个叶麦吼，叶要较喷，叶较喷的，像一般吼，因看到的热龟唔茫个样，规条，一般都超市看到的吼，就晒到糟，无做得到绵绵，然后个样卖，像个样强的月桂都台湾是较少见啦。讲到热贵，前当然可能有个印象系四川度拿来做料理，也系拿来当做出售小托用品。不过像安样栽种贵派，数量超过3000头，伫台湾真紧动少见。热桂一种植物呢，就是爱热压温差爱动态啦，然后排水爱动好，像也系种谷荷巴体内吼。荷巴下摆石头太石头就做的那沥水，种谷呢白天晚上的风向不一样，然后也增加它日夜的温差。普通市面上是有进口的热桂，就因为种的条件较特别，全台湾掠下可能是有某啲试探掠位较适合，不过想要种去种好，无按规矩。这个从豆芽以后给它水分啊，也都就慢慢会变态哈。变态以后，但是给它蛋糕又很做的，蛋糕又很当新鲜，又很一起，也下摆就开始建叶，继续那样病态上去的话哈，叶片下摆都还没有病态的部分就要做强剪枝哈，然后规则修它，驯化，把它一直驯化再扦插，让它每一代的母猪又更强，然后把强一点的母猪再继续扦插，差不多花1-2年的时间哈，然后再把一些种在土里的再翻新再重种过，然后慢慢它现在就会像现在后面这一片哈，它的叶子就会比较壮。亚洲台湾这个种出来的热桂。现在在台湾出现的热桂有很多桂冠树、香叶、热桂树、酸种可，普通使用叶尾老油光，原产地是地中海老西亚西亚两位，两下产地最多的希腊、土耳其、法国、我就墨西哥、比利时到中美洲国家，两下大体用途都得料理红。以前热桂哈一种植物，差不多就系像地中海国家一都研究的香米的时间哈。差不多食物里边增加食物的香味的东西。从热桂来讲的话，到地中海其他一个国家来讲，做很多香叶，做当香的叶的。热桂的叶尾最常头本使用四川某就泰式料理方，不论是控肉、竹筒、热梅，都有特别相应的香气。叶尾用到汤时也是味更多，甚至含有封充效果。做得讲是非常奇妙的植物。就因为热桂在台湾非常罕得看到，早前都系是进口，一个后生有当好料理的范先生，5年前决定并在台北工作，转到家乡开始研发来种。韩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到本自家的传统，做得用到最起又清新种的热桂叶。看起来除了普通料理常用，不过空调用刺热桂叶做看板的两件四川汤，今年台下讲梅头就会冇常用，规只空气都充满一种奇妙的香气。他讲佢嘅信散啊，做好，意思做得拿去放信的哈，把个信散啊，佢啊，佢哋啊呛散啊，要不然变风散。
系啊，30万盒，啊，你是做得来去坚信的哈。将月桂叶当作香料，浸到四川总铺都底。不过做得有大摆嘅一定香气，又会维持养分，食材系使用本地生产，现摘嘅叶物，仲有办法尽近呈现食物嘅美味。俩是月桂圆哈，新鲜的月桂，哦，最好让摘起的月桂啊磨成粉，加上海盐，哦，靠你的呛，叶绿素就真很脆，哦，俩叶绿素就真很脆，俩吃起个面头哦，清特别的，有俩月桂的香气是特别足哈。是它的独特的香气哈，月桂青烧因为拿月桂叶都拿牛排结合做一下，所以去吃个味道真特别哈。哦，这是月桂叶哈，月桂叶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。牛排建议间哦，人家油抹满味道啊，是用月桂叶来提味哈。小口加温哦，有温度以后，它的香气马上会释放出来哈。人家油啊，你是它的味道听哈。人家月桂叶是纯粹要把它的味道调出来哈，调出来以后，人家叶子是没用的哈，还是利用人家油的煎牛排哈，哦，人家有月桂叶的香气以后啊，你可以是煎牛排啊，做在煎牛排哈。前后嘅肉质，嗰家总铺嘅何少义。煎到茶滚嘅牛排，本然荷兰水晶溜，和次嘅月桂香，很係一種美國享受。像了哈，了面前的煎好的哈，哦，你看颜色很亮啊，你是说边面哈。哦，了这表皮煎里的酥脆哈，这月桂的香气会完全裹在这个凉牛排的表面当中哈。香香嘅牛排，食材本然都唔掉。難怪是挑擺以來，月桂就係料理嘅最好搭配品。接下來，你再用家中香草，嗰個月桂葉嘅滷過嘅配主角，很係受歡迎。我哋月桂啊，等有6方啊新鮮的香草，了我哋咧本地產啊草莓蒸餾酒，小口來去浸去酒咧，浸3日，但我哋當時咧用烤箱裏特別獨來去配到咧皮樣酥脆樣。像很做主角的時間哈，很做家的月桂，因為主角都煮的時間，因為佢一天要煮熟了以後，不用等，看要後製要滷要做什麼，或者是在前面滷的過程，它就可能會產生一點點的微生菌啊。像月桂加入以後哈，它可以抑制微生菌的生長。月桂的話，其實當天然、當溫順的殺菌的一個東西。哦，月桂的香氣是第二新鮮度夠，哦，就這樣，你看它的葉綠素了，手心很脆，它表示它的月桂非常新鮮，新鮮度夠哈。錦條啊，手心白化了哈，完全沒有葉綠素，但是它還是有一點點香氣在，老啲皮就總摸啲安香哈。聲音嘅月桂葉增加咧好滋味，不過既然好清新種植物，將自家料理甜味，當然還會將其他東西，從發展度嚟到分享，我就通知到兩燕山北海道嘅夏季蔥。你通用嘅蔥哦，唔係你一般看到嘅蔥啊，你蔥哦比較細小哈，佢叫按照蝦夷蔥，它原產於日本嘅北海道哈，蝦夷蔥真奇怪哈，啲上嘅時節。上色的是些芥米頭，非常的清香，同也是你啉湯的時陣，就要披落去個蝦夷蔥清香的味道要釋放出來。老傳統四川冇強用味道，兩個好香料嘅總鋪，本嚟嘅會在試探嘅綜合餐廳增加咧特別意義。不過也有人會問，做乜嘅冇講求買進口嘅就好，讓很愛辛苦種。青島囡仔哦，你了食過以後，感覺你了做啊四川เรา杜西做啊四川冇賣同款，最大特別處是我哋用新鮮香草哦入味以後，食來味道เรา杜西做出來味道完全冇同款哈。新鮮嘅味道เรา乾燥嘅味道是落差蠻大啊。超級市場地位圖買嘅所有的香草都是乾燥的香草，我哋種係是新鮮的。為到有最幸福嘅味道，
范先生亲身打造的两片乡草月桂花展，除了本最强的串点得到最好名声，按多嘅月桂树，当然也就在那里搞做很多东西。那里料理嘅月桂叶，听说做唔得有农药，按用提炼一下，自然也係前站嘅加工用品，像係最受歡迎嘅精油。像个就月桂叶啊，刚摘好了以后，像我之前晒到斑藻，哦，因为它全部都会推广节能减碳的。晒完斑藻以后，有时候会较上天，分解月桂叶的油，做辅导水面黄，我们较上天个的。像它用石炭的水质，本来就比一般铁矿的水质还较好，所以用提炼出来的精油个的，就会比其他铁矿还较好，还较强。不管用的。随着我的精油也袂记得，也就对脑部的问题有状态。河山河水国家水质站适合将月桂嘅试探香，将本地生产嘅叶物做成一滴一滴天然精油。唔但像安样，其他像係手工插具、腐朽霜，日本掠到次次嘅台湾月桂叶，创造咧很多价值。乡下就会蒸馏出了月桂水。蒸馏机底都分出两种，一种是月桂水，另一种是精油。月桂其实是最天然的防腐剂，就唔是去添加其他的防腐剂。像当到市面上的东西，当到会叫做护理，叫做会添加很多防腐剂，其实对人体都有害的。既然是强力又天然，所以经过简单制作，就做得变身成好嘅日用品。嗰下底都要用小瓣回来。像用搅好的啊，哈，差不多过冰的1年，1年以后就会变到爱用的护手霜。完全冇脱嘅腐朽霜，虽然用人工做产量唔多，不过反正唔系大量去卖，从人工所以大家隔日月桂，求自己非常欢喜。尤其佢汉那沙皮嘅係，虽然单枪是看月桂树，普通人可能还冇乜嘅了解，不过将枝叶传起来变做染线，该是係希腊神话故事度。因为爱情染变成荣耀象征的月桂冠。后来达芙妮他快被阿波罗追上的时候，他就到其实都河巴边哈，其实边都一条月桂树。阿波罗看到伤心欲绝的情况下，取它的枝条哈，然后编做成这个皇冠，到时候把它编起来就是我们的月桂冠哈，戴在头拿当狗，其实会胜利老荣耀的象征。像雅典奥运啦，这个最高荣誉的象征就是奥林匹克的选手冠军，他就会戴月桂冠，加冕的意思。你当中 mark 住按阳的形状，按这样子大家都知道，按阳就是他搞这种提供，亚黑 mark 意思，然后中间就放很多像有的学校的 logo 啦，有的警徽啦，哈，全部就会用按阳的方式都呈现啦。有浪漫嘅愛情故事，又係象徵榮耀嘅代表。月桂冠其實早已經唔係生疏嘅名詞。韓國本日對地理條件優良嘅試探，經過有心嘅農場主人老總鋪種過以後，台灣也有了次次嘅月桂葉。對造成精油、手工插具、香料粉兩道同時，盲人很敢講，當季嘅月桂香料也係香草梅土，聽出愛歐洲來嘅較好呢。以上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順自新會提供，每場同人聯絡，再會。